究竟點解你會做電台？我淨係答一句話，其實唔重要。因為喺我心目中，無論我讀咩科，我最尾都係做電台。如果我真係想做電台嘅話，即係呢個就係我對自己嗰個信心。如果你係嗰隻人呢，你終極始終都會走到去嗰步，多數都會。即係當然每個人都有少少唔同啦，都有少少曲折離奇嘅嘢啦。我好細個時候就知道原來我中意做電台。但係我去到大學一年級，我大學一年級嘅時候有個 DJ 比賽叫第8代 DJ 選拔賽，就喺2002年搞嘅。嗰第8代 DJ 選拔賽，我去咗面試。咁我又係滿懷信心啦，諗住唔請我係電台嘅損失。呢個都係喎。嗰日我先同人講起呢句，我平時見工係唔緊張嘅。我呢個亦都要補充一句，我見任何人都唔緊張嘅。點解呢？譬如見工，我都好想大家記住呢個感覺。如果你要覺得自己夠叻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說服自己，你要覺得唔請你係嗰間公司嘅損失。你個人係唔同啲嘅個感覺表現出嚟，你會覺得係啊，我中意做呢啲嘢咯，係啊，我中意咁。你個人會即刻鬆容啲，因為其實佢係低過你，你要當時要表現出嚟，你好有力量嗰下，你要覺得佢唔請你係佢嘅問題，所以你唔好表現出一啲好驚啊、好熬啊嘅感覺。我係從來唔會表露出嚟。咁然之後講翻我中一嘅時候，唔係大學1年級嘅時候，我終於去面試，但我話俾大家聽，我係入唔到圍，連 second round 都入唔到。即係咧面試，我記得係見鄭家輝。大家如果有聽電台，有知一個以前嘅 DJ。我入去嘅時候見鄭家輝，我係入唔到圍。入唔到圍之後，我翻屋企諗，我一定要去面對呢個問題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咁叻，但係入唔到圍，即係原來我唔係咁叻喺某啲人心目中。咁之後我不斷諗，究竟我咩問題呢？點解我入唔到圍呢？我衰咗乜嘢呢？因為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唔係普通去面試咁簡單啦。我真係又係面試嘅時候已經寫定咗啲嘢，我準備咗，我唔會等人哋走嚟問我嘢，我已經準備咗一啲嘢俾佢。但係我都失敗。咁我都失敗之後，我諗自己點解？我喺度諗點解要做 DJ？ 我真係諗，我喺宿舍諗，我喺自己嘅大學宿舍諗，我諗咗好耐。我終於諗咗，原來我唔係要做 DJ， 我係好中意做創作。好中意寫好多嘅文字，然之後俾人認同。即係我唔會淨係純粹做創作，有時會俾人認同，的確係快樂嘅。我都好知道。咁於是諗原來我中意做嘅係呢啲，係咪唔做電台都得？得喎。我覺得自己當時我諗咗係，我唔做電台都得。我想做廣告，我想做廣告。咁於是我開始正式寫好多嘅廣告文案。我喺大學嘅宿舍嗰度呢，就走落去樓下圖書館，每日呢就去圖書館嗰度呢抄本書出嚟睇。原來廣告係咁嘅。我喺嗰3年呢，點解讀大學我覺得重要呢？唔係讀嗰啲青口嗰啲鞋，係我覺得嗰3年呢係可以唔使揾錢，有資助，仲有宿舍住，俾咗好多空間我去睇其他嘅書。所以嗰3年對我嚟講好重要，係因為好似有3年嘅空隙呢，俾我去探求呢個世界有幾咁闊，就係嗰3年進步啦。咁我3年睇好多書，原來廣告係咁嘅，於是呢，我就寫好多廣告文案出嚟。最尾我就入咗一間我所講嘅廣告公司嗰度做實習，學咗好多嘢。又喺轉折之間，我喺大學3年級未畢業，我入咗電台喎。我最尾入翻電台喎，原因係因為廣告公司嗰度識人喺電台做喎，係因為佢話嗰度，但係話俾你聽，我入電台唔係做 DJ 喎，就係話嗰邊有人請寫稿喎，商台，你寫唔寫啊？寫。之後我一見第一次面試，我見嗰個係林海峰喎，即係咧。走咗好多步，我放棄啦，我唔做啦，我唔要做嗰啲嘢啦，我中意做創作。最尾走翻入去就係做翻我第一步想做嘅嘢，我就係見翻林海峰，然之後林海峰就請咗我。後來轉折啦，嗰啲 skip 咗佢啦，我就由寫稿寫下變咗做 DJ。就喺3個月之後呢，我就開咗咪，就喺森美移動第一次開咪，我就啦啦咳咳咁報天氣，之後森美喺後面係咁擰頭，令到我信心再次跌到谷底。就嗰啲就後話啦。而後來我點樣再去經歷慢慢一個一個嘅節目嘅成長呢？就係大家都可以喺電台曾經聽到過，由最初一個節目做到自己一個節目，到後來我做完自己嘅節目，我決定離開。呢啲都係我嘅成長嘅，大家可以見到、可以聽到嘅一部分。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，我一路冇忘記過自己究竟想做乜嘢，同埋一個咩人，我冇忘記過嘅，真係。所以有啲人問我。喂，陳強，而家你喺商業電台叱咤903咁啱有一個節目
好多人有留意，覺得幾特別，覺得可以繼續發展，即係唔好講話好勁，係你再諗好啲就又會升㗎啦。點解你要選擇離開呢？點解咁奇怪呢？點解你要？因為我喺好耐之前，我記得我喺宿舍嗰度諗過，我中意嘅係創作，我唔係中意做 DJ。DJ 只係其中一個創作嘅形式，我就可以透過把口將我做咗嘅創作咧，用個口講出嚟，或者用個聲音表達出嚟我嘅創作。原來我中意嘅係諗嘢同埋被人認同。原來我唔做電台都可以。於是當我回想翻自己宿舍嗰晚嘅煎熬，我好清楚自己係乜嘢，要乜嘢。於是我選擇決定喺今年嘅7月嘅時候，我離開咗商業電台，我全職發展自己嘅黑紙嘅一份雜誌。咁我想講嘅嘢喺呢度特別再有啲嘢一重要呢，我就成日講我好重要、好重要記住嘅係好清楚自己係乜嘢，好清楚自己要乜嘢。而當我問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你要好清楚就係原來我好清楚自己係唔需要咁多嘢。即係有好多人喂，好多聽眾送嘢俾你，我未必需要嘅。喂，好多人寫 fans 信俾你，我個櫃桶好多有啲 fans 信，一封攝喺嗰度都有睇嘅，不過好少回。我唔需要嘅，其實即係你問我呢啲嘢，我係未必需要。當我知道自己未必需要呢啲嘢嘅時候，我唔會喺呢啲作為一個計算嘅留戀嘅地方嘅時候有加分。我冇加呢啲分，我淨係在乎嘅就係原來我自己係要幾千蚊，咁錢梗係重要啦。我要幾千蚊生活，同埋我要有創作嘅空間，我要自己嘅快樂。咁於是，我覺得黑紙係可以俾到我，於是我先至要去選擇離開。咁你聽到話喂，陳強你需要幾千蚊你需要快樂，你需要咩？我唔係今日講完呢個講座之後呢，我想大家在場都係翻屋企係原來我需要7000蚊嘅，就計個條數，供埋啱啱13000到啦。如果揾到份工13000以上呢，我就可以一世係咁啦。我唔係想人人都係咁，所以我好反對單一化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每個人都唔同嘅，在座嘅每一個都唔同嘅，獨一無二。你同隔離嗰個完全唔同，你同你阿哥都可以好唔同。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。我三兄弟都唔同。我點解能夠幾千蚊一個月？係因為我阿爸係公務員。咁我阿爸係公務員咧，佢有長俸嘅，即係我唔係幾使擔心有啲乜嘢嘅金錢上嘅支出。我阿爸睇醫生係免費嘅，因為佢係從前嘅公務員，佢去睇政府醫院係1蚊都唔使俾。我媽媽因為佢係配偶嘅關係咧，亦都係唔使俾錢嘅睇醫生。即係有好多原來呢啲嘢我係唔需要顧慮。我覺得我個人輕咗好多。咁於是我可以做好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所以我先至幾千蚊就能夠過到我嘅生活。咁所以好多人係應該唔同嘅。如果你屋企嘅擔子重，我明白嘅，你真係要做金融先至可以揾到錢，咁你可能就要選擇做金融。但我想你反思一下其實而家香港咁多人有咁幸福嘅生活，我覺得其實需要好多金錢嘅人應該唔算好多。我真係覺得嘅，香港都幾安穩啦而家。咁原來發覺自己唔需要咁多嘅時候，你就發覺自己嘅擔子輕咗好多呢。你願意出去跑嘅空間就闊好多啦。點解人人都會唔同呢個？即係再次去令到大家深刻啲，就係俾一啲比喻。如果唔係人人都唔同嘅話，香港係唔需要有法官嘅。法官嘅意義係，就算你同隔離嗰個犯埋同一個案，犯埋同一件事，你可能判3年。你可能判7年，原因係人人都有唔同嘅背景，可能因為你有精神病，你可能冇罪釋放，但係你可能要繼續睇醫生。你可能因為你一個做過好多善事嘅人，法官會輕判你半年，就係因為你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故事，背後你有唔同嘅成長，所以先至因此有法官要去定奪你究竟適合罰幾多嘛。其實你自己應該做自己嘅法官，你唔需要望住隔離嗰個，喂。佢有棟樓，你可能諗我係唔需要一棟樓，或者調轉頭，當你有棟樓嘅時候，你咪望住第二個有2棟樓嘅人追。其實你應該有自